问候你，你同在就降临。早安圣灵，早安圣灵，早安圣灵，愿你灵来充满，愿你灵来充满，我毫无保留，求你来充满。敬拜，早安圣灵，早安圣灵，每个早晨都是新的。当我问候你，你同在就降临。早安圣灵，早安圣灵。充满，充满。我们再次早安圣灵，早安圣灵，更多的来敬拜我们的神。早安圣灵，每个早晨都是新的。当我问候你，你同在就这个水流，我们来开口为你自己的难处、你的家人、你的身体、你的工作，来大声的献上我们自己的祷告。哈利路亚，是的主，我们感谢你、赞美你，主你的圣灵时刻运行在这当中，主你赐下你的耳，在这个当中来聆听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当中有许多人，他也许在课业上有非常多的压力，那些课业好像压着他都快喘不过气来，主求你来释放他。主啊，我们当中有许多人，他的孩子还很幼小，那些幼小的孩子也压着他都喘不过气来，主你来释放他，你来告诉他，你纪念他，那些小小的孩子都是每一个祝福，每一个祝福。主，我们当中有许多的人，为了他的工作，为了他的生命，他的环境，他都感到非常的有难处，主他不知道怎么办，神你要来告诉他们，因为要更多的来认识你，在话语上中来认识你。我们很多人不读经，但一直说他的困难没祷告，神你帮助他们，他们必须在读经祷告上来突破所有的困难。主你来保守每一个人，让他们在你的面前，主他们有很多人的身体，他们有一些瑕疵，他们身体很多的不舒服，但神你让我们节制，要节制我们的饮食，要自己来保持自己的健康。神给我们这个躯壳是肉体，只是肉体，不过是尘土。神你帮助我们按着你的心意来照顾我们自己的身体。主，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，献上我们的敬拜，主与我们同在。主，谢谢你，赞美你，垂听每一个人的祷告，感谢你，赞美你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尽我所有
多的，我们来跟圣灵问候，早安圣灵，早安圣灵，更多的问候他，更多的敬拜他。神悦纳我们此时此刻的敬拜，悦纳我们的祷告。充满我大能力。
敬拜你。圣洁耶稣，求你宝座降临在这里，荣耀都归给你。圣洁耶稣。君王就在这里，我们焕然显
的君王主耶稣，你就在这里。